大家好，我係地產哥哥。新嚟嘅朋友記得訂閱、留言、俾 like， 支持一下頻道，等我可以每日為你送上最新最快嘅香港地產新聞。今日係2026年4月23號星期四。今日最大嘅黑天鵝絕對係綠景 Neo。呢棟觀塘海濱道123號嘅甲級商廈喺2017年，綠景中國用足足90億向會德豐買入全棟，創九龍區商廈史上最高成交，總樓面近60萬尺，成交尺價1.5萬。當年內房大舉進軍香港商廈市場，但而家債務風暴來襲，銀團以中國銀行為首接管，變身銀主盤，公開招標，估值腰斬至45億左右，蝕讓逾50%。綠景中國早喺2025年2月就爆出21萬美元債務清盤呈請，呢棟大廈出租率只得68%至70%，租戶如平保、周大福、人壽、都會大學、金蝶國際，頂層仲係佢哋集團總部，但逾50億銀行欠款壓頂，反映內房香港商業物業大洗牌，資金鏈斷裂，九龍東價下租金倒跌，投資者要小心大額蝕讓風險。商業樓市寒冬似乎未完。轉講下新世界同港鐵合作嘅大圍站上蓋柏傲莊3，招標第5日單日再賣11伙，套現2.8億，累計售予100伙，總額逾25億，市場熱錢蜂擁而至。最搶眼係第8座50樓 B 室，實用1269尺，4房雙套連工作間，以4725萬成交，尺價37234，打破項目標準，互單價同尺價雙紀錄。項目拆卸重建後，首批折實均價已升至21,344，比2021年首批高7%。3房4房大單位最受歡迎，發展商信心爆棚，預計後續加推仲會上調價單。大圍雙鐵交匯，基座巨型商場柏傲莊系列，二手尺價穩企2萬以上。二手市場方面，黃竹坑站港島南岸 Blue Coast 半新盤交投超活躍。第2 B 座低層 H 室，實用746尺，3房1套，望內園景，以1850萬沽出，尺價24,799。原業主2024年一手買入，持貨2年，帳面賺226萬，升幅14%。港島南供求緊絀，依類半新盤係上車熱選，但唔係個個咁好運。西灣河嘉亨灣第1座中層 F 室，實用499尺，2房望避風塘景，剛以985萬易手，尺價19,739。原業主2018年購入，持貨8年，帳蝕80萬，加埋使費，實蝕13%。市區二手仍有下行壓力。新世界北角皇都年底收樓，首宗樓花摸貨出爐，高層 A1 室實用1079尺，3房，剛以3663.2萬售俾內地客，原業主2025年1月買入，14個月升值102.5萬，近3%。內地資金強勢入市，預計會有更多轉手個案陸續出現。4月至今，一手私人住宅成交約1480至1500宗，維持高位。美聯數據首季已錄6291宗，升43.8%，創紀錄。啟德跑道區維港灣畔連沽3伙，套現3652萬。天璽海怡 B 期首錄招標，4房5089萬，尺價43912。啟德熱錢湧入，首季新盤餘貨16672伙，按季跌10.8%，連跌4季，吸納理想。中原數據顯示，市場去貨加速。紅磡首岸5日收逾5700票，超額25倍。週6首輪賣218伙，大手客時段133伙，折實入場638萬。恒基加推在即，加價空間大。信和置業財團奪港鐵錦上路站第2期發展權，可建1290伙加商場，總投預130億。今日就講到呢度，未訂閱嘅朋友歡迎訂閱。